来看这抢钱，敢会抢了伤过分啊？这是有一个海客呢来干了抽奖。113年高雄市来举办税务特技队网络的抽奖活动，也毋过这得奖的名单煞出现真侪名姓拢相共的人，其中有一个姓平的民众呢，伊前后都有15个奖项。这调查局是查到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涉案，检方核实了后是以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，予以用15万块来告报。 中奖名单公告以后，我们就发现有疑似重复中奖的一个情势。那我们本处就研判，应该是有心人士以投机的一个方式来虚增会员的一个账号，来增加中奖的一个机会。所以我们当初就主动联系，并且协请我们高雄市调处来介入调查。 高雄市客厅处是来举办抽奖的活动，也毋过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所来软空棒，注册2000外的小号，而且佫透过程式的控制，52个奖项，就摕到44个奖。这个男性后来是有承认犯罪，也来调查局也来扩大清查。